继续来看花莲的鲁谷日不克帮山湖，水若阁涨悬4公尺半就会溢流啊！目前工程单位已经咧开便道，阁3-4天的时间就会当引流下水。伫个德鲁谷影口形成的日不克帮山湖，工程人员甲机构入去施工，经过几啊天，总算挖出一条便道。目前离帮山湖的花上悬的所在还阁差10公尺，只要成功到位，就会当开始处理。 不过林博士讲，上尾这段路施工的环境是真危险。怪手进去它会落石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等那个周围环境比较稳定后，他们会再进到那个坝顶上。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把坝顶降低5公尺，让它的水溢流。照中央的观测，目前帮山湖水位正常，出水量是175万吨，离溢流的水位敢若剩4.5米，也是维持红色的警戒。虽然相关的工程还阁伫咧赶工课。 上近3-4天，上班1礼拜，引流排水才看会到初步的效果。不过，帮山湖的危机到今还未解除，嘛，互伫咧水尾部落的居民是真烦恼因安全的问题。你住遮偌久啊？住呢度即嘛5-6年有无？有啊，烦恼嘛就烦恼啦。最好能够就是说上面的坝体赶快给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就给它处理。那现在就是村民最大的一个期待。 其实德鲁谷已经毋是头一届出现帮山湖，伫讲这个所在，1951年花莲大地震形成的帮山湖，迄当阵花有到73公尺悬，半年了后才放弃。1998年巴比氏风台，伫个日不克水落段嘛形成帮山湖。根据即个监测，17透早4点58分，短短18秒的时间，几啊万立方公尺的大粒石头，甲溪流炸掉咧，怎形成一个湖？就连真出名的地漂首长岩嘛引起。 面对这个灾害，泰管处是高度警戒，嘛提出封闭管制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